准备怎么着？什么怎么着？路检。啊，路什么检？路检，多少钱？检了才知道多少钱。后面打开，看什么货？就说多少钱可以过就得了。货贵的贵，便宜的便宜，又不是我们的东西，路总得要走不是？大哥，这货看着挺值钱的，都跟他要点。哎，1万。啊，对，1万1万，1分不能少啊！1万，不给钱啊！开钱，赶紧给钱，快点！这一天过100万，你一天就成百万富翁了你。那5000，1000，挺好了，就1000。什么1000？别废话，爱要不要？哎，就1000还想过去啊？兄弟们，揍他！别动，都别动，大家都要吃饭。这样，1000，啊，这一脚500，就这样，行不行？不行就得躺人，谁躺都不好吧？走。为什么还要给他们1500啊？路天天要跑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把刀藏好，关键了。好，看看后面。这么多，有钱人。放行。是我，钥匙交出来。警官，我没超载啊。闪车。警官，钥匙交出来，自己看，严重超载，罚款1万，那边交钱。警官，我真的没有超载，要不先看看货。你呢，跟我说没用，跟着秤说，要不你把这秤改改。警官，您看，平时也就只有5000。老爹。还需要5000多的路费呢。怎么，路费都不愿意给了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你趴下，抱走！别动，危险！警戒！你别动！别动！趴下！趴下！快！这是谁的剑？说谁的剑？谁的剑？老爹，快说！干什么？我的。你们干什么呀？老实点！老实点！罚那么多！听到没？趴下！快！趴下！别动！说话呢！去你们的！老实点！路是你们的吗？别动！路是你们建的吗？别动！你们这帮侵略者！啊